大家好，我係羅博之，學生編號245063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孟子嘅義利之辯以及其當世社會嘅應用價值。義利之辯係出自於孟子梁惠王上，係孟子三辯嘅其中一種。孟子三辯分別係義利、人禽同王八之辯。義利之辯探討嘅係義同利之間嘅關係。義泛指係公正合宜嘅道德、道理或者行為，衍生出有義氣嘅概念。利嘅本意係有各和修成、有增益嘅意思，後嚟擴展到凡順利之事都可以稱之為利。而喺義利之辯入邊，義係指道德上應當或者唔應該去做嘅普遍道德原則，例如講大話係唔啱、係唔道德嘅。而利係指嘅係物質原則，例如個人利益等等。孟子嘅義利觀係典型嘅重義輕利嘅觀念，佢構造嘅義超越咗利。孟子嘅義利觀係義取利，反對不義之利。孟子認為義係利嘅基礎，追求利益嘅時候必須遵從道德原則。佢強調真正嘅利益係應該與義相輔相成，唔能夠單純咁追求眼前嘅物質利益。然而現時嘅社會主張個人主義，人們大多數都係以個人利益為先，重利輕義，衍生出種種嘅社會問題。例如最近社會上備受關注嘅的士司機問題，的士嘅原意為咗方便乘客快速咁到達目的地，但某啲司機為咗個人利益，例如賺取更多嘅收入，向乘客濫收車資、拒載兜路等等。另一個方面，例如係電話詐騙嘅問題，電話詐騙嘅人為咗自身嘅利益，利用科技嘅發達，誘騙受害人嘅金錢，甚至將佢哋拐帶到 KK 園入邊，威逼佢哋進行一啲違法嘅行為。呢啲係唔道德，甚至係違反法律嘅行為。現時嘅教育法律制度越趨完善，作為文明社會一份子，我哋應該更加重視道德觀念，重義輕利，從而影響他人。例如上一個月嘅一單新聞入邊提及，一名食客喺麥當勞留低咗裝有10萬蚊現金嘅背囊，後嚟大堂嘅清潔姐姐發現咗，但係佢冇將佢據為己有，反而將背囊交俾經理處理，經理亦將個背囊交俾警署，最後該名食客失而復得。大堂嘅清潔姐姐原本可以以個人利益為先，獨自將背囊據為己有，但係佢將路不拾遺嘅道德觀念放先於個人利益，反映出人仍然有重義輕利嘅觀念。然而喺某一啲情況底下，我哋仍然有時需要將道德觀念放低。例如2015年轟動一時嘅劍橋護老院事件入邊，明報偵查小組當年揭露咗殘疾院舍監管問題嘅報導。明報為咗搜查更加多嘅證據，當年派出記者放蛇潛入院舍，並揭發內裏嘅非人道生活。放蛇係一種目的為咗捉住犯罪者嘅欺騙性行動。喺道德觀念嚟講，欺騙人係唔道德嘅。然而如果冇咗放蛇呢個行動底下，我哋唔可以深入咁了解到院舍被虐待嘅情況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明報記者為咗公眾利益同埋知情權，佢哋不得不放棄道德觀念，放蛇潛入院舍。咁樣係咪代表我哋可以放棄道德嘅底線？先秦時代嘅儒家文章《大學》入邊就有講過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意思就係指一個人通過正心誠意嘅修養，可以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有道德嘅人。人有道德就可以使家庭和睦，能夠令家庭和睦就可以團結人民，治理好國家。如果能夠治理好一個國家嘅話，佢就有能力使成個天下都達至至善嘅境界。道德係調節同維繫人同人之間正常關係嘅規範同埋準則。一個社會講道德，人同人之間先可以和睦咁相處，社會先可以穩定延續同發展。反而言之，如果一個社會唔講道德，或者道德瓦解咗，人同人之間就冇辦法正常咁和睦相處，社會就會動盪，就冇辦法正常延續同埋發展啦。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，道德觀念同埋個人利益亦都會經常發生衝突。但係，我認為現時嘅我哋仍然需要先義於利，因為若果所有人都係以個人利益大於道德觀念，社會就會陷入一個冇辦法信任嘅困境。呢個情況唔單止會導致人際關係嘅疏遠，仲有可能引發更加多嘅衝突同埋唔公平。當每個人只係顧住自己嘅利益嘅話，公共資源同埋社會正義嘅維護將會變得更加困難。另外，社會嘅穩定亦都有賴於道德觀念嘅遵從。人們喺日常生活中互相尊重信任，先可以共同創造一個和諧嘅社會環境。
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歡迎大家交流，多謝。